来看嘉义市的南坛国小，因伫咧休寒进前特别安排这低年级的囡仔伫咧学校的天文台来观测日头。头一届伫咧天文台使用千里镜囡仔，因拢感觉真新鲜。天文小老师说明看日头进前爱注意的重点甲方向。嘉义市的南坛国小是嘉义市内唯一有天文台的国小，学生拢有机会来天文台学习天文知识。我从大班就开始学天文。然后就对天文引起兴趣，让他们透过这样的活动，先知道说，太阳上有一些东西可以去观察。那透过有这样的一个对他的好奇心来讲，他们就会自己想要去知道更多的事情。豆豆啊，展开的天文台，囡仔拢感觉真新鲜。学校特别利用社团活动的时间，让囡仔来使用千里镜来学习相关的天文知识。平常我们普通看那个太阳都很亮啊，上去看的时候，它就像那个橘黄色的，不会很亮。科学知识跟看到的照片又有更真实的一个连结，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课程，不仅可以学习天文知识，也可以学习天文台望远镜的一个操作。千里镜甲电脑数位的结合，会当清楚佮详细记录天文科学的变化。老师表示，科技改变过去学习的内容，嘛互有兴趣的囡仔会当学习更较完整的天文知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